当地时间4月19日上午，欧拉弄·皮亚纳瓦吉拉帕出现在了巴吞他尼府，主持一座寺庙的奠基仪式。据报道称，顶着贵夫人头衔的欧拉弄当天是代表泰王参加活动，所以排场自然很大。许久没有独自公开露面的欧拉弄被发现脸部有明显变化，尤其是从侧面看，下巴变长了很多。